这是一场胆量加勇气的挑战，17支枪尖寒光逼人。苗族姑娘龙之花却要赤脚在上面行走自如，她是如何练就这样一身刀枪不入的武艺？她又是如何在点寸之间保持身体平衡？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枪尖上的舞蹈。2008年，北京，这是一场惊险而刺激的演出。17根锋利的枪尖，银光闪闪，依次排开。年仅13岁，来自贵州松桃的苗家小姑娘龙之花，要光脚和自己的师姐在上面表演一场枪尖上的舞蹈。这无疑是一场技巧加胆量的较量，每一根枪尖都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它不仅能够轻易地割开丝带，而且高度都在1.8米以上。但是，在如此尖锐的枪尖上，龙之花不仅要行走自如，还要完成金鸡独立等高难度的动作。它能够成功吗？龙之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她轻轻地挪动脚掌，试图找到最佳的落脚位置，努力完成这场让所有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表演。这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您看人家这小朋友啊，当时才13岁，今年也不过15岁，就能够在这枪尖上啊，这走来走去的，这门功夫真的是让人拍手叫绝。不过话说到这儿了，咱们既然是科学节目嘛，咱们肯定得从科学的角度呢，好好的分析分析，为什么人踩在这个枪尖上啊，这枪不能把人的脚扎破。当然了，咱也得人文关怀一下嘛。你像这么一小姑娘练这功夫，走上去，难道她真的不疼吗？不会是自己强忍着呢吧？2010年11月，贵阳市吉靖宇大刀艺术团的训练厅，一群只有10多岁的孩子正在师傅吉靖宇的指导下练习压腿下腰的动作。表演枪尖舞蹈的小演员龙之花也在其中，这是孩子们每天放学后必须练习的功课。下腰压腿，这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训练手法，几乎每一位学习过舞蹈或者杂技的演员都要经历。如果只是单纯依靠这些训练就能在锋利的枪尖上行走，几乎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这些孩子们的脚掌和我们常人有所不同，才使得他们刀枪不入吗？那你们如果要练的话，应该是枪尖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是吗？没有啊，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你的耐受力，对呀，真的是软软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所有的神经啊，软的，这是最软的位置。那你这只脚呢？我看一下这只脚，都一样的，都一样的，没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枪尖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脚最软那个位置。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孩子的脚底下必然会有一层经过长期锻炼长出的一层厚厚的老茧。正是因为这层老茧的保护，才使得他们免于被枪尖直接割伤，也使得他们站在枪尖上可以减少一定的痛苦。然而，当我们仔细端详表演者的双脚时，才知道，枪尖对准的位置其实是脚心最软的地方。他们的脚掌上并不存在我们想象当中很厚的老茧，只是有一些被枪尖挤压的凹痕，而且他们的脚掌和一般人相比也没有任何区别。那么，表演者能够走枪尖的奥秘到底藏在哪里呢？会不会是在枪尖上另有玄机呢？在斜山街的三苗村，我们见到了龙之花表演所用的枪尖。这17根铁枪分别固定在2个铁架子上，只有在正式表演时才连接在一起。经过仔细的观察后，我们发现这些铁枪不光每根的高度都在1.8米以上，而且根根锋利无比，
能够轻易地割开丝带和黄瓜。当我们用尺子测量后发现，这17根枪尖最宽的不过12厘米，而且有6根枪尖呈90度角，封面的宽度也只有6厘米。虽然枪尖的顶端有一定的平面，但是面积也不到1平方厘米。而且龙之花的体重41千克，如果没有一定的工艺，踩在这么小的面积上，一定将脚底戳破，形成贯通伤。龙之花是如何做到毫发无伤的呢？每次龙之花在进行枪尖表演前，都会双手紧握柳筋，停顿几秒钟，仿佛在做一些类似祈祷一样的仪式。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些传说中苗家傩戏大师。今天，许多苗家的绝技，像上刀山、下火海，最初都是来自傩戏的表演。龙之花的爷爷就是当地有名的傩师，难道龙之花也是有了神灵的保佑，才使得他的脚掌刀枪不入吗？但是，在龙之花的师傅看来，表演前祈祷默念的咒语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安慰。那么，龙之花能够在枪尖上行走的技巧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东西它还是需要长时间的、很有科学的这个训练方法来长期的这个训练，还有很高的这个意志力，人呀很灵巧，各方面的都需要的，才能达到的这个功夫。在以往做一些节目当中，我们就发现往往要常年进行这种表演的人呢，起码说他这个脚底部他这个老茧要比我们一般人的厚很多。但是呢，毕竟她是一个小姑娘我们导演呢看了看之后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的脚呢也很嫩小女孩的脚嘛，还不至于说有那么多的老茧。从这点上来，首先讲她就不具备说这个抗这种穿刺抗这种切割的能力。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就一点一点来共同的分析吧首先第一点，我们讲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踩在这个枪尖上，毫无疑问后果只有一个，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脚一定会被扎穿的。为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作用的受力面积它比较小。其实大家上过初中物理学都知道关于压强压力这些原因就像我们说这一气球您拿一筷子，只要不使大劲儿您怎么捅这气球也不会破的。但是呢，你要拿一根针拿根针来一扎，这气球准爆，啪一声就什么都没了。这个为什么呢？虽然它力量不够大，但是呢，第一它这个接触面积足够小，第二呢，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非常锋利的，它能够直接刺入气球当中，所以说呢，气球也就爆了。如果我把它削得也非常尖的话，扎透气球一样是可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没有任何技巧，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话，你直接咱们普通人且不说你能不能站上去，这个平衡咱就把握不住就算是你站上去了，一松手，那结果也肯定就是噗穿脚而出了。但是您看了没有，人家小姑娘走在上面可以说是如履平地，这其中的技巧在什么地方呢？从10几岁就开始练习苗族绝技，到贵州出名的傩剧艺术传承人吉靖宇，不仅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甚至发明了很多新的绝技项目。枪尖上的舞蹈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看来，苗家绝技文化之所以能够千百年传承下来，技巧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平日里从不示人的技巧，不仅保证了表演者不会受伤，而且让人们对苗家绝技充满了好奇。
要实现这些技巧，除了表演者本身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行动灵活，还离不开长期科学的训练。而身体灵活，也正是吉靖宇当初选中龙之花做徒弟的原因。应该说他是很灵敏的，很能克服那个生活当中那种困难的，所以他本身就是，有一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个身体素质。为了加强对龙之花身体灵活性的训练，吉靖宇师傅不仅把龙之花带到山里练习爬树，让他习惯在高空的感觉，甚至特意在训练厅里摆了一个乒乓球案，要求所有的徒弟每天都要进行半个小时的乒乓球训练。因为在这些活动中，小演员们的全身都会得到锻炼，而且要时刻保持敏锐的观察力。但是并不是所有身体灵活的人都能够在枪尖上跳舞。在整个节目中，所有的动作都是通过表演者下肢完成，因此表演者的下肢除了有极强的忍受力，还必须具有强大的支撑力。应该说呢，下肢承担了绝对的力量，所以呢，他必须加强他的腿部练习，而且要经过专门的练习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